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個今日介紹一個凌晨安睡嘅茶俾大家，係有位朋友介紹。咁佢話睇到呢，有個人佢話時時失眠2年啦。佢話晚晚瞓上床呢2-3個鐘頭都瞓唔着。咁佢長期失眠令到佢呢時時頭痛啦，眼又赤痛又乾結，又有眼袋，面色又唔好，蠟黃。佢話乜嘢護膚品都幫唔到，所以呢，佢係好辛苦，總之係睇醫生，咁啊食普通嘅西藥佢冇幫助，咁啊睇中醫呢，就話佢係個心腎唔相交，就係要火旺啊、腎虛啊呢啲情況，就介紹佢飲呢個安神茶。咁啊先同大家講下啲材料啦：百合10克，蓮子15克，圓肉呢就6粒，杞子呢就3克，水就3碗。咁佢材料準備好，當然係洗乾淨佢啦。除咗杞子之外呢，其他嗰啲洗乾淨，擠落個煲嗰度，然後加3碗水，煲滾之後呢，煲佢20至30分鐘，直至嗰啲材料係已經夠腍啦，咁先至加入啲杞子，冚個蓋焗佢5分鐘，咁就可以食用㗎啦。佢話呢個係1個人份量，每晚臨瞓之前半個小時可以飲1碗。如果你喜歡甜啲呢，可以加少少冰糖。其實就算唔加呢，都係好好飲嘅。咁啊，至於嗰啲材料，百合呢係入個心肺經嘅，所以可以養陰潤肺啦，清心安神，可以改善陰虛火旺帶嚟嘅燥熱感。咁蓮子呢，就係歸脾、腎、心3經，有健脾養腎啦，固精益氣，可以幫助你嘅心腎相交，係由個根源嗰度調和你嘅體質嘅。咁而呢個桂圓或者係龍眼肉啦，入心脾經，有補氣養血、安神定志、緩解心煩失眠。咁杞子呢，入腎同個肝經，可以滋補肝腎、養血明目。咁所以呢個茶呢，唔係好多嘅特別藥材，但係呢幾樣嘢呢，煲埋佢飲咗呢，就可以令到你安睡。咁呢個朋友佢話而家呢，飲咗一段時間呢個安神茶，令到佢上床10分鐘就瞓着噶啦。咁所以朋友，如果你有睡眠問題，不妨試下飲下呢個安神茶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凌晨安睡啊嘛。多謝你收聽。